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吼，礼拜前啊，接到一个迄落讲，咱遮停电咯。我紧叫施工哦，迄落圣经拢去印印落来，我就准备讲无电嘛，爱来做礼拜，毋通无电就无做礼拜。啊，有哪有发一个讲拜托大家炸圣经来？恁有来大家炸圣经来无？我是想讲，若迄落从即个机会吼，咱往来献圣经，我趣味呢吼。啊，不过感谢上帝电过来啊，咱就个无即个问题吼。咱来参加祈祷。所以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今仔日搁一摆伫遮来敬拜你。你的恩典教给阮灵。阮逐日咧用电，我毋捌想无电的代志。总是你伫阮需要的时，拢总陪伴互阮。阮感谢你。今仔日阮要对使徒所写迄个团契的生活，阮要来三甲想八饼的代志，要三甲修你的生产。恳求你通过阮今仔日对你的话所得到的启示，利益伫阮，互阮更较认捌主为着阮的牺牲。阮要用行安尼来纪念伊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一直到准备即摆的讲道的时候，我才知影路加写咱已经读几来礼拜吼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42到40节，咱读几来礼拜。我到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到路加用的苦心吼，我拢无去想到，我袂记咧做 PowerPoint， 所以我读互恁听啦。咱读迄42节吼，42节，42节，伊讲吼，伊讲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，参与团契的生活，八饼祈祷。即节圣经，伊就讲因的团契的生活做遮个代志。我才发现着吼，即摆42节的头一句上，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。第43节吼，第43节，伊讲使徒行真济奇事神迹，引起众人敬畏的心。第43节就是在说明42节的头一句。第二句讲参与团契的生活，咱顶礼拜讲的吼，参与团契生活就是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，所有的物公家用，各未加散财物。照逐人的需要分互大家，这就是因的团契的生活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咱咧读42节吼，八饼，伊伫46节讲吼，因逐日同心同意伫圣殿聚会，搁伫一家八饼，用欢喜诚心做伙啉食。哦，啊，上尾啊，咱后礼拜要讲祈祷的代志吼，祈祷的代志，伊伫47节讲。上赞上帝，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，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。因的祈祷就是为这敬拜上帝是祈祷，啊，人直直哪来哪济，因的祈祷的生活甲因的宣教有关系。这实在真趣味。我到读遐尼济摆，到最近才发现到我甲咱大家分享吼。咱今仔日要讲八饼的代志吼，八饼是守圣餐啦吼。啊，我想圣餐的道理吼，咱常常伫听，我想恁也听真济啊。吼，关于圣餐的代志，咱即嘛要因伫八饼，咱即嘛是啦，咱是嘛共款吼。啊，我今仔日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圣餐的代志吼，可能咱以前会毋捌安尼想，会当做咱的反省啦吼，会当做咱的反省。咱今仔日我读哥林多前书11章第23节，读到第29节吼。咱普通圣餐的时读吼，真少读到29节，咱拢读到26节就了啊。啊，保罗讲，
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，就安尼尔。咱真少看搁落去迄3节吼，迄3节我有做 PowerPoint 吼，第27节，所以无论什么人若无用含义的态度食主的饼、啉主的血，你看即3节吼，圣餐吼，保罗讲甲审判的代志，吼啊讲吼。讲你若无做这代志，是得罪主的身躯甲肺。你敢捌甲即个审判甲无尊重主的肺斗做伙看？你敢保罗是安怎会安尼讲？你捌想无？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我今仔日吼要甲咱来三甲想这个代志，做咱家己，咱今仔日第21世纪。要领受耶稣基督，要领受这个圣餐，咱应该有的态度。要开始讲以前，我还小可甲咱讲历史的代志吼。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间吼，真侪学者算，拢总同意讲，迄个时间是差不多是主后53年到54年这中间写的。吼，这个种啊，4本福音书吼。写的时间是主后差不多70年到90年，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伫这个福音书以前写的，所以新约圣经内底关系圣餐的代志吼，毋是遐个使徒上大先写，是保罗上大先写。咱有一个错觉吼。因为伫咱的圣经内底4本福音书拢伫哥林多前书的头前，咱拢想讲保罗是去抄遐个使徒的物件来写，拄颠倒变。保罗上大先讲，啊吼，保罗，咱拢知影，伊无参加耶稣迄个。上尾啊，甲学生做伙守圣，迄个设立圣餐，迄个拜死宴，保罗无伫啊。保罗迄阵啊，毋知伫倒个。保罗迄阵啊，根本就无信耶稣啦，吼。伊甲遐新的基督徒拢共款，五旬节了后信的遐基督徒拢共款，拢关系圣餐的代志，拢总是对遐使徒听的。遐有真正亲身甲耶稣迄暗啊伫遐做伙，迄11个学生11个尔，因11个讲的，所以保罗拢是对因听来，吼。所以伊对圣餐的了解是对安尼来的，毋是伊亲身去参加迄个对耶稣来的。但迄个时阵，初代教会的圣餐吼，因叫做爱餐啦。咱即摆讲的爱餐，就是因迄阵的圣餐。因所守的圣餐，甲耶稣迄个时阵拄开始哦，因头前拢无人捌守过圣餐，唯一捌守过圣餐，就是这个使徒甲耶稣做伙守圣餐。所以因就拢照耶稣的方法。耶稣的方法安怎？耶稣甲这个学生做伙，大成纪念搬祭节，犹太人的搬祭节。犹太人的搬祭节有一套仪式，啊有食物，因有食羊仔肉，啊食什么苦草，什么我无要搁讲遐。遐了，耶稣才设立圣餐。所以伫迄个耶稣圣餐以前，有食一顿真青头，像咱的围炉安尼，吼，真青头。所以，因拢总以前毋捌有即个代志，所以因完全 copy 这使徒所讲的。所以因逐摆要守圣餐，拢做伙食一个饭，食饱才守圣餐，才摕饼甲摕杯，像耶稣讲的安尼。我牧会遮尔久吼，我敢若做一摆尔定。我伫三日尾的时候。我做一摆，因为我读到这的时候，我感觉真趣味。啊，我甲我的长老讲，咱来试一个看卖好无？因讲好，来试看卖。
我试一摆，阮开始是做礼拜，吟诗了伫地下室伫阮的教义厅遐，逐个坐，逐个倒坐咧迄创肉火伫头前，较顶逐个要去摕物件。阮礼拜甲我讲到了阮就要爱餐所以逐个就起来去摕物件食食吧。食我咧讲食落去你要叫伊点点食，袂点点食啦，拢莫讲话逐个到尾无要紧，我感觉这真自然的代志。毋过你要甲因叫讲活来要守圣餐足歹叫讲逐个坐落来，有咧人要洗盘，有咧创啥？阮遐长老甲我讲 ，Don't do it ever again 就讲你毋好搁安尼搁舞即落出头，这伤过复杂啦。所以我咧讲。初代教会因就是安尼做，真复杂肥啊！毋过因照安尼做，总是我跟你讲，照安尼做真好啦，真好。总是你定定安尼做，就46岁讲，因拢逐个伫圣殿伫伫一家伫遐爬饼。我跟你讲人我即马我毋是要甲这初代教会会友闹开，绝对毋是。人的习惯逐摆圣餐以前拢安尼食，食了再圣餐过去真济人去参加迄个圣餐，毋是为着要纪念主，是为着头前迄顿大顿的。你想敢袂安尼？人本来就是会安尼，所以圣餐到尾变做。历是真歹势，安尼讲总是事实论影。我是安怎会知？你知无？我甲恁讲，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讲圣餐的代志。迄个前的3节我读互恁听，这毋是我讲的，圣经写的。搁落迄个伊甲哥林多的会友讲，恁自执的时，毋是咧食主的晚餐。因为恁逐人赶紧食家己带来的物件，结果有诶枵，有诶酒醉。恁兼无厝通食通啉，恁是伫藐视上帝教会，也伫互无面通食诶人见笑，是无？我要对恁讲甚物？我兼要甲恁学咯。这保罗讲诶呢？这保罗讲诶。伊对遮才开始讲圣餐是啥物物件？因为圣餐人诶就是会安尼啦，有诶人酒醉食到饱，有诶无通食。因为这你会当想象迄个混乱诶款无？4本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约翰，拢有记耶稣甲学生诶晚餐爬饼这项代志。约翰无，约翰写是差不多主后90年至100年。约翰家己迄个拜四暗，伊伫遐甲耶稣做伙守圣餐又守圣餐。伊写福音书的时，伊敢毋知影圣餐这项代志？伊一定知。伊伫遐甲耶稣斗阵嘛，亲身的经验呢。总是伊写福音书的时。伊无摕到耶稣爬饼这项代志，是安怎呢？我嘛上头真袂了，我去看真济注解。我第一当伊是一个牧师讲的伊讲约翰到伊要写福音书的时候，伊看到迄个时阵的基督徒的圣餐实在是乱称称，像保罗讲安尼，无就是敢若野香对拜敢若为着要食安尼。伊看甲足痛心诶，伊规气话搁讲三个有讲安尼就好我毋免搁讲。伊摕啥来讲？伊摕耶稣甲学生洗骹这项代志来代替。因有约翰福音，耶稣有甲学生做伙食饭总是伊无爬饼，无捧杯。约翰用耶稣甲学生洗骹迄个代志代替。圣餐，这有真深的意思伫内底，敢是？这有真深的意思伫内底，敢是？所以保罗真受气伊口气遮尔歹，你会了解。
约翰全咧不爱讲啊，有人讲就好啊，我毋免搁讲啊。咱吼，我确定会搁倒转来讲保罗讲迄个27节到29节的代志。总是我伫遮吼，因为保罗是头一个写新约圣经内底头一个写圣餐的代志的人，啊，伊真正是一个神学家。所有的三本福音书写是干那讲耶稣安怎被变安怎，迄个过程讲互咱听尔。保罗讲搁较深落去，真正是咱会当看搁较详细，搁较知影圣餐的意思。头一个伊讲。我对主受，我拄仔讲，伊无去参加耶稣的迄个晚餐，伊无。伊讲我对主受，这甲伊对耶稣国外的看法同款代志。伊伫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吼，伊有写一句话，伊讲第3节伊在伫讲国外的代志。伊讲我已经有将我本身所领受迄个上重要的信息传互恁。伊咧讲国外的代志，就是照圣经所记载，基督为着咱的罪死埋葬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伊第3日国外，伊咧讲国外的代志。伊是耶稣国外时，保罗毋知伫倒遐。保罗开始嘛无相信耶稣国外，所以伊有迫害教会，敢毋是？所以伊悔改了后，伊听到耶稣的声，伫大马色的路上。伊感觉伊这是伊直接对耶稣领受的，对圣餐完全同款。所以伊讲我是对主受的，虽然是听这使徒讲的，总是伊知影这是耶稣的命令，伊感觉伊是对主受的，所以伊讲我对主受，我传互恁。过来吼，伊深入咧讲，对25节吼，第25节吼，25节伊讲啊，是个第23节吼，伊讲我对主受嘛传互你，伊讲主耶稣互人卖迄面，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是过去的代志，是过去啊。保罗在讲这项代志是过去的代志，所以伊在讲的圣餐是过去的纪念。耶稣叫人用食迄个饼、啉迄个杯来纪念伊，总是迄是过去的代志。耶稣是过去说的，哦，伊讲这是纪念的性质。我感觉耶稣实在真聪明呢，伊要叫人纪念伊吼。伊无叫讲恁着去甲我菜当上，也是去一间庙，也是去一间礼拜堂来纪念我，这拢会过去呢。咱看真侪人，所谓伟人纪念伊，拢菜当上啊，世界菜。有个人要活也佫做伫菜当上啊。耶稣无，恁用啥？用啉食来纪念我。啉食是咱一日做3摆的代志呢，咱拢会做的代志，用这个上普通的行为，用饼，用杯，杯内底是葡萄汁也好，葡萄酒也好，拢好。我伫台湾捌参加一个圣餐，因用啥呢？因用乌龙茶甲番薯。我嘛感觉真有意思。咱台湾人，因甲我讲，耶稣若伫台湾可能会，伊无可能去用葡萄酒嘛。伫台湾葡萄酒呢，伊可能会用乌龙茶哦，也是用咱台湾的茶，用番薯，哦，无米煮番薯汤，迄是善良人咧食的物件。耶稣可能会用真简单的物件伫纪念伊。纪念啥？纪念过去，犹太人伫纪念因一年一摆会搬过节，伫纪念因的祖先的代志。
耶稣甲因讲：恁逐摆食的是拢会当纪念我，毋免一年一摆啦，拢总会当纪念。咱若用疼心去做伙食饭的是，咱会当纪念耶稣。这是对过去耶稣纪念啥？纪念伊的出世，纪念伊伫这个世间伊的教示，纪念伊的十字架，纪念伊的国啊。这对咱来讲拢是过去的代志，咱得纪念这。第二项伫第25节，伊讲食了后，伊旁杯讲：这个杯是新约，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是新约。咱台湾话甲中文吼，咱较无迄个 tense 时事吼。咱读英语的时，迄 tense 意思啦，话是迄英语真清楚。伫遮耶稣所讲的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伊是用 This is my body， 伊用现在式，伊用行安尼来纪念我 ，do this， 即马都在做啊，是现在式。你这有真深的意义伫内底呢。咱迄个新的约，毋免等到咱死才会当甲耶稣入这个新的约。即马咱就入这个新的约啊。这是保罗真好的所在。伊伫遮英语、希腊文拢总是现在式，意思是讲，咱领这个生产的时，迄个瞬间，咱已经甲耶稣的新约有关系，咱已经甲耶稣的死、伊的身体有关系，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。过来第26节，伊讲：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伫宣告主的死，直到伊来临。这是将来的代志，敢是？恁伫宣定，我较巴克利的翻译，巴克利的翻译讲，恁逐摆食这饼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耶稣要过来，这项代志是咱的信仰的一部分。老实甲你讲，我对耶稣要过来这项信仰吼，我家己嘛是啥拢无。耶稣要过来已经讲2000年呢，已经讲2000年呢。我毋是讲耶稣未过来啊，我毋知。有人对这真有趣味哦，对启示录去摕到数字多斗讲耶稣当时会过来，我感觉咱毋免遐无用呢。我感觉毋免遐无用。耶稣当时会过来，耶稣讲伊家己嘛毋知呢。伫使徒行传遐学生有甲伊问，伊讲我嘛毋知。伊嘛讲伊毋知。咱伫遐黑白算，较无需要。耶稣当时要来，无要紧啦。要紧是吼，伊即马甲咱做伙大较要紧，敢毋是？我是感觉这较要紧。所以我吼对即个耶稣过来即个代志吼，我的看法是吼，有一个讲耶稣当时要过来，比耶稣当时要过来更较要紧的。马太28章20节，耶稣要离开，也是上尾一句话，甲学生讲的。伊讲：我逐日甲恁伫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即句上要紧啦。咱今仔日活伫遮，咱甲耶稣基督有关系，甲伊的体、甲伊的血，咱甲伊的肉有关系。咱逐日的生活，伊拢甲咱参甲伫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敢毋是比伫遐要讲伊当时要来啊？伊要安怎来？迄拢咱家己在想的，敢毋是？咱佫倒转来看，我拄仔讲迄3节吼，27节到29节，伫遮吼，伊讲，所以无论什么人，若无用合宜的态度，我甲你讲，佫一项我袂记甲恁讲。顶礼拜咱的报告内底有写讲，咱即礼拜要收生产啦吼，请大家备办心啦。咱逐摆要收生产，就是拢讲迄句啦。你敢捌想讲备办心？你是要备办什么心？你捌想无？啊是恁安尼看一个，就恁逐摆嘛安尼讲，备办心，备办什么心？
要安怎避万心？恁若想，我今仔日要甲恁讲，真严肃的代志，你敢知？我无爱用严重啦，严肃 ，OK？ 伊讲哦，若无用合宜的态度食主的饼，什么是合宜的态度？迄个巴克勒翻译吼，巴克勒翻译是讲吼，伊讲吼若凡来食主的饼，还是啉主的杯，无合宜的，无合宜吼。咱新翻译的这个爱用合宜的啦，迄个巴克勒讲若用无合宜的，老实讲吼，合宜的要用合宜的吼，迄范围足宽的，敢毋是？哦，你要甲我讲袂使用无合宜的，这我听拢有。无合宜，袂使食甲有人有通食，有诶无通食，迄就是无合宜啦。酒有诶食甲酒醉，有诶食甲有诶无物通食，迄就是无合宜。这真简单。佫一项，有诶要领生产诶时，根本就安尼形式得安尼来着。咱毋免讲咱无，咱逐个可能拢捌做。今仔日来礼拜，拄仔要生产就好安尼。咱用什么态度要收生产的时？我想咱来用敬虔的心啦，用感谢的心啦。咱收生产的时，咱有用感谢的心，有用敬虔的心无？我得甲一寡这少年人要结婚吼，拢直拢讲牧师啊，阮安尼，阮要简单就好啦。我拢甲因讲，我甲你讲吼，会使简单。袂使凊彩，你知影分别无？你的结婚式会使简单，袂使凊彩。咱的生产吼已经真简单啊，咱袂使凊彩。什么是合宜的态度？虔诚的心啦。过落去吼，伊讲，恁逐人着省察家己。才通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省察家己，省察家己真歹做诶代志，敢毋是？保罗伫迄个哥林多，我写出来无？哥林多即个我无写。保罗伫哥林多有叫咱着爱。生产的哥林多13章第5节，我毋知有创伫遐无？我无啥会记。哥林多13章第5节吼，伊有讲，对即个吼，伊讲恁着省察家己，看有照信用伫生活无，着考验家己。保罗讲即个话，这是省察咱家己。佫一项，你省察你家己，你甲别人的关系。你甲别人的关系，什么标准？耶稣讲的，马太第5章24节，耶稣咧讲献祭的代志。所以恁在这段要献礼物的时，若想到你的兄弟还是姊妹对你有不满，就将礼物放下，伫这段前，先去甲因好好。然后才来献礼物。咱爱省察咱甲别人的关系，人赦免咱有赦免人无？因为这是真严肃的问题的代志，敢毋是？这真严肃的代志，敢毋是？这是讲，着爱省察家己。过落去，伊讲吼。着确实明白主的身躯的意思，着确实明白主的身躯的意思。耶稣为着你，等你摕这个饼，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，你了解偌济？这是我的血，你要啉的，这是我的血，咱了解偌济？这是真严肃的代志，敢毋是？哦。这我在讲的，
保罗讲甲遮尔严吼，真正是真严啦。啊，我伫想吼，咱若安尼讲的时候，咱大概无一个人敢讲我今仔日生产我毋敢，毋免安尼啦，毋免安尼啦。我拄有讲，咱要合宜的关系哦，迄范围真宽。保罗一日甲咱讲两三，即两三伊讲甲遮清楚，已经真困难做安尼。咱要用什么心情来用谦卑认罪，知影咱的无够。咱若尽量，上帝会了解。最后，我要用一个故事吼。我可能捌讲互恁听啦，恁若捌听过的人袂要紧啦吼。我就是干那遐济故事通讲啦尔。这是足侪年前，无亲济伫要到吼，麦当劳的一个广告，我即摆拢毋捌阁看着。迄麦当劳迄广告吼，一个囡仔，一个国民校囡仔吼，啊伊安尼吼，啊开始的是看迄个囡仔吼，因兜的迄个梳化椅啊，安尼有人去敲吼，人家啊拢去捡咧吼，啊捡咧啊算伫遐算好吼，啊有够钱啊，伊算的有够钱啊，带因老母去麦当劳买一个薯条，买一个hamburger，啊，佮一杯 drink， 互因老母，伊遐钱算的，就是敢若会当买安尼啦，定伊买遐个物件，啊，互因老母食，啊，因老母坐伫遐，因老母开始食。啊，这囡仔坐到边仔看，啊，因老母咧食，伊都无钱啊，就是敢若安尼尔。啊，伊伫遐看了看，啊，因老母开始食，迄老母影他都吼，我看是伊食了嘛真歹势，啊嘛伊嘛是囡仔的心志在食。啊，囡仔甲问讲 ，How is it？ 因老母讲 perfect。例如，麦当劳的 hamburger 哪会 perfect？ 咱的肉粽比迄较好食。毋过，迄个老母伫遐，伊个囡仔想尽办法，对伊来讲倾家荡产，买遐个请伊食，有够无？无够啦。毋过对老母来看 ，perfect。例如，咱要备办到啥物程度，咱无法度。若要照上帝标准，咱逐个拢无法度，总是咱拍拼，上帝会甲咱讲 perfect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机会对保罗所讲的，搁再来深想生产的意义。主，阮知阮无资格通伫你面前接受这个恩典。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听，你接纳阮，互阮有份伫主的道，有份伫伊的恩典。阮感谢你，阮这个时阵要三甲来强守这个圣礼典，愿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